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女貓手貼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係我1月份去沖繩嘅旅遊經歷。交通 HK Express 航班7點35分到11點5分啦。我搭嘅係HK Express 飛行時間約2.5小時，算係好快嘅短途旅行。租車 GCL Car Rental， 我今次選擇自駕，因為我個景點比較分散啦，自駕會方便好多。車行有機場接送服務，但係機場冇門市，所以需要打電話通知佢哋嚟接你。小貼士，如果日文唔係好，可以請機場櫃台嘅工作人員幫手，佢哋都好熱心㗎啦。我用嘅係 AirSIM 上網卡。有免費30分鐘國際通話，啱啱可以用嚟聯絡車行。我喺 JALAN 網站上面訂咗一台 Suzuki Jimny， 5日4夜只要25,000日元，價格超值。呢個係一間當地居民常去嘅餐廳，價格實惠，食材超新鮮，推薦佢哋嘅刺身同埋天婦羅，味道一流。門口有停車位，咁但係車位唔多。食完午餐，駕駛約15分鐘，到達 San A 普添西海岸 Paco City。見仍然有時間，順便去埋 Outlet， 今晚晚餐都喺度嘅。嚟到日本必食就係食燒肉，呢間燒肉店離 Outlet 超近，非常之方便。鋪頭環境一流，非常之整潔。當日可能平日人多。我入住瀨長島嘅 Story Inn 酒店，房間設計簡約時尚，空間寬敞，仲有一個小陽台可以睇到海景。雖然靠近機場，但係隔音做得好好，完全聽唔到飛機嘅聲音。酒店仲有免費停車場喎，對自駕遊嘅朋友嚟講非常之方便。酒店天空露台。10點到17點有免費飲料同埋堅果，環境舒適，令人放鬆。check out 之後呢，我從酒店步行5分鐘到瀨長島海豐露台，呢度呢有好多小店同埋餐廳，適合慢慢行。跟住我去咗幸福鬆餅店，呢間味超受歡迎，建議大家提前預約，因為10點30分呢就有人開始排隊啦。鬆餅口感鬆軟，搭配新鮮水果同奶油，味道超讚，絕對係打卡必去嘅地方。離開嘅時候附近買咗蝦飯外賣都好好食㗎。食完鬆餅之後，我揸車前往八重岳英之森公園，呢度係日本最早可以睇櫻花嘅地方之一。雖然1月嘅櫻花仲未滿開，但係已經有啲粉紅啦，感覺春天快要嚟啦。可以俾大家參考下現場環境同埋1月17日櫻花情況，請細心欣賞。
我仲帶咗 Hover Air X1 航拍機，旅行用都好方便。到達營地前，我先去超市買咗夜晚要燒烤嘅食材，牛肉、海鮮、蔬菜，樣樣俱全。出發去今晚營地 The Lodge 做 Okina Camping。呢度環境好整潔啦，非常清靜啦，令人有一種好放鬆感覺。營地非常之整潔嘅，營地隔離可泊車。我住嘅係有獨立衛浴嘅小木屋，雖然係露營，但係設備一啲都唔馬虎，乾淨又方便。夜晚一邊燒烤一邊睇星星，感覺超超。營地嘅設施好齊全，工作人員亦都好友善，仲提供免費嘅奇藝用品。
早上我先去咗Bottle Palm Garden 食早餐，由露營場往餐廳大約半個鐘會經過底大橋，見到海洋好靚好藍。喺沖繩自駕真係好鬼舒服。咁到達餐廳，餐廳冇停車場，問咗餐廳東主當日可泊路邊。當日我嘅車呢，就係停喺呢一路邊。我點咗早餐 ，set 有新鮮沙律啦，自家製麵包同埋咖啡，味道清新又健康。餐廳嘅裝修好簡約，同埋好多植物，感覺好放鬆㗎嘛，就適合慢慢享受一個早晨。呢度環境都好適合影相咯。食完早餐揸車5分鐘，到達 Yamba Rancher 越野車場。工作人員好細心，會一步步教你點操作啦。咁新手都夠好快上手啦。職員帶我哋去咗隱蔽嘅小沙灘，職員好好幫我哋拍咗好多相片同埋影片，好開心。
玩完越野車，步行往隔離有個好靚沙灘，水清沙又晏晝茶咧去咗 Fifi Parlour Cafe 呢度，咁啊路邊咧有得泊車，最吸睛絕對係個面向大海嘅檔嘅千秋座位，望住個海檔下檔下，風吹過嚟涼浸浸，仲有陽光曬住影相呃 like 一流。我參加咗一個出海釣魚嘅行程，船上嘅人員超友善，會一步步教你點樣釣魚，新手都能夠好快上手。當日都釣咗好多魚，好開心。我哋釣到咗好幾條魚呢，個船員介紹咗一家當地食堂嘅，呢個食堂呢，應該係當地居民食堂啦，咁咪遊客唔多啦。呢度有好多新鮮魚生飯可購買嘅，將釣到嘅魚攞去煮，味道超鮮美。今次沖繩之旅真係超充實，既有放鬆嘅時刻，亦都有刺激嘅體驗，仲食咗超多美食。如果你都中意呢一種輕鬆又充滿驚喜嘅旅行，記得按讚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次再見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會盡量答大家。